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的直播是咱引导破歌声，这个开始带来一首《未来画眉》。天青花过小山高，伊的影对着泉水流，流甲咱家的门骹口，咱着碰着天时日落后，啊冰冰凉。小头啊，云为山的画目白，有时浅浅，有时高高。云虽然定定真熬走，山永远伫遐在等。两人注定做伙到老。是云，你就是迄座山，顾着你，惊你受风寒。我话目你真照看，逐日拢是海大石烂，伊是。你是我的心肝。天青花过。小山高，伊的影对着泉水流，流甲咱家的门骹口，咱着碰着天时日落后，啊冰冰凉凉，感情小头。云为山在画目白，有时浅浅，有时高高。虽然定定真熬走，山永远伫遐在等。两人注定做伙到老。这首就是像这个轻松的音乐演奏啦，对啦，讲做像这个画眉，画眉毛呢？系啊，嘿哦，今日就是这个心花开，是啊，西装打扮，对啊，这这自日本时代阮阿嬷的时阵，都有像这个规矩啦。安尼，迄个时阵呢，因的观念就是讲，是好是歹这个就是讲教育，迄个面爱有光彩。点一个像这个胭脂为一个目眉，是是，淡妆啊我咧讲，搁爱洗头。以前阿嬷迄个年代头毛拢用什么油啊？老油。樟脑油。樟脑油，抹干咧樟脑油，抹干咧金安尼无论讲有出力无出力。是哦。日常生活都爱这个西装打扮。对。看起来欣赏新悦目。对。你爱家己，才有可能爱别人。我家己这个心情轻松，这嘛是款礼貌呢。当然咯。互家己本身的身较有这个元气的、元气的，带来这个好运。对。赏心悦目的时阵，这光波啊啦，红晒啦，节日时节看到的时阵，
哎呦，阮妈妈，系，阮阿嬷，好，啊，就即个足元气的事。哦，真气神真好哦，对对对，啊，你若讲安尼披头散发，哎，拢无情无理，啊，有当时啊面色气色阁无好咧，安尼就无好啊啦，吼。系啊，安尼先敢咱运气会较歹。对对对对对。呀，最近就即个天气的先变化真大。是啊。有真侪人呢，都开始注意即个身体即个反应。对。但是你敢知影？咱除了即个身体反应的时阵呢，季节的变化，即有诶像即头皮啊，即头皮健康的时阵嘛真重要。有咯，迄有诶人迄油垢啦，足够出油诶啦，头皮屑啦，啊是讲洗佫洗了无清气济啦。是。我咧讲，人讲读较皮就敢若亲像咱迄土壤共款。啊，你要甲种，你要种一寡植物啊。你的土壤若无健康、无肥，我咧讲你的咩？你的植物就安怎生了无好势。生出来时阵呢，都袂健康啊，袂健康。系啊，打吼，对。是，呀，最近的时阵呢，我有看一本册。是。啊，像即个咧，即个册，即个作者的当中的时阵呢，叫做阿伟啊。阿伟啊。陈俊伟啊。是。呀，像这。外口的新当中称呼伊做这头皮先生。头皮先生。头皮先生。对这个头壳皮的时阵呢，研究非常研究非常精确。伊个提起来讲，就这个头壳皮这个健康，也对咱做这整体这个身体的时阵呢，这个健康嘛有一个真深远伊这个影响。有啊。换句话讲换一句话讲就是讲，你的头壳皮若无健康。可能你本身的身体的腹内面，有的人的身腹内过大啊，洗头泡啊，用脑过多啊，对无？所以讲像这个头壳皮保养都非常的重要。头壳若清爽，对无？这个咧脑筋的心就清楚啦。对。就了然，心情就了然。所以讲老师，人有的人就讲个种这头壳皮啦就是咱的第二张脸。你的头皮若健康，我咧讲你的面就清爽，你就清。啊，你的头壳皮若讲做无健康啦、老化啦，甚至就讲全头皮屑，我咧讲你的脸皮就会松垮。老化的头皮，我咧讲影响到你的脸皮哦。所以讲人讲头壳皮就是你第二张脸。啊，你若如果头壳皮是无健康就对话啦，因为这隔壁尔嘛。你的面皮当中嘛，绝对无健康。就了去啊！所以讲就这较注意一下。是。伫咱这个日常生活当中，运动爱多关注讲咱的面以外，这个头壳的这个变化，先过头焦啦，先过头油啦，这款这个状态当中是无适当的。对。咱就本身的身体采取这个方法，适当来甲护理。来个保养，才当维持着像这个咧整个这个身体健康，包括像这个精神状态嘛，加真好。所以讲要注意第二张脸。来，感谢。好，安尼来，即马呢要来进行着咱这个那点歌者哦，哇！今仔日呢来线顶已经咱侪观众朋友甲咱拍捧啊来，哇！拄则咱这个红乖姐啊，你今仔日上高早的呢？是。咱无简单哦，食饱困饱趁熬早。趁熬早我来木火大哥咱的芙蓉姐姐，包括咱的焕忠大哥、庄大哥谢谢你们哦感谢。来蔡文姐啊，你蛮熬早嘿，谢谢我们的要跟我咱尤大哥、尤大嫂啦，谢谢我们的邱大哥、刘太太咱的玉轩谢谢康苗姐姐，感谢您哦某某的婆声拢总有收到，雪玲姐。新增的林大姐，感谢彭大姐、彭淑梅姐姐来，谢谢你们的满满的掌声，感谢您，谢谢尾也加够遮多坤兴哥哥、龙华大哥，还有咱国登大哥、淑梅姐、素英姐、金秀阿姐，感谢您，丰原的文良哥哥、古大锦阿姐、徐爸爸、徐妈妈，感谢咱姚顺天大哥谢谢蔡文姐啊，来，今仔日。今仔准备要咱观众朋友来点歌，6首歌，头一首《相逢是离别的开始》。相逢是
始。离别是痛苦的代志。好来，谢谢咱的运动哥哥、春雄哥哦嘿。来，第二首《行准人的纯情曲》。2月15迄一天，船要离开琉球港。唱这首歌头前就叫做阿龙。第三首总有一天等到你。山又高，呀水又急，你在东来，我在西。来，第四首一生只爱你一个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第五首可怜的酒家人。红灯的姑娘，我问你，为何你来落风尘？酒家人杯酒有原因，到这应受电风时。好来，今仔上尾的这首哦，《烘炉地歌》。有时甜蜜，有时又酸苦。甜蜜那花落，酸苦那变苦。好来，讲到这哈，谢谢哦。来，拢总有6首歌曲，甲咱观众朋友准备来做互动哦。靠咱头前的专线电话8326-317。来，中华关七伫半外关七加一个控诉，相逢是离别的开始。第二首《行准人的纯情曲》，第三首《总有一天等到你》，第四首《一生只爱你一个》，第五首《可怜的酒家人》，第六首《烘炉地歌》。对着山水流，流甲咱家的门骹口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山。来哟，运动哥哥，你第一名。哎，方面哦，你好。好。张明老师你好。是哦。你转甲你主的3年啊拢收到啊。谢谢你哦，感谢。我今仔点第2条到第5条。好的，谢谢你。1条吼。好。个第五。个第5哈。哎。好的。第2个第5，谢谢你，感恩哦，谢谢。平安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坤星哥哥。来，坤星大哥。4到5晓，好，我下开啊，嘿，平安，喂，徐妈妈，恁两个好。好，我点第2甲第4。第2甲第4。好，我下开，OK。家村人的纯情曲。好，来，苏梅姐。哎，2位午安，我要4跟6。4跟6。第4首、第6首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下开哈。好的，谢谢。来，蔡文姐啊。喂，芳玲、夏江玲你好啊。番薯我拄收到。你有先甲我。谢谢啦，我是讲吼，要拜托你唱一条歌，我都唔知是阮人无记啊，就真怀念迄个古早的歌。多少？你可能怕唔捌听过咧。你讲听金金。什么？金啦。金金。台视的连续剧50年代啊。金金哦，
我写开啊，好不真好？好，谢谢吼。好啦，啊，今仔日这歌敢无一首你介意的？第一条甲第二条啦，迄拢凊彩啦，啊，我都真爱，毋知安怎我拢会去想较早的代志。哎呦，安尼吼，好，啊，我来你找看卖啊咧啦。好，谢谢。好。这是被爱的，是啊，真幸福，幸福啦这吼。个不是想的过去。来哦，蔡妈妈。哎呦，两位好，嗨我点1跟6，谢谢。哦，好的，没问题哈，蔡妈妈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有喂，春雄哥哥。有，啊伊今仔日佫卡安尼就通啊，你敢知？对啊，今仔要听倒一首歌。转哪会遮细声哈？安尼有听无？有啦，现在有啦，好，有啦。啊，你变啊，这个哎呦，来哦。第4个，好，一生甲第6个，没问题。对吧？好，我谢开哈。好啦。谢谢春雄哥哥哦。好，来新店的尤大哥你好。我点第2首甲第6首。安尼哦，好，嘿我写开哈谢谢。好的，新店的呀哈，好，甲第6首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台北叶大姐。喂，你好。哦，你好哦，叶大姐，嘿，今仔要听倒一首歌？一生只爱你一个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啊，搁倒一首？一首就好啊。哦好，叶大姐一首歌，一生只爱你一个吼。好的，我写开哈，平安哦嘿，谢谢。来，申诉大哥。欢迎嘉玲，陈我妈妈。吃春人的尊亲客，哦好，啊个可怜的酒家女，拜拜。陈妈妈，今仔是酒家人啦嘿。来哟，申诉哥哥。哦，你好，帅哥美女好。啊，今仔要听倒一首啊？来听一生只爱你一个，甲航路帝国。好，好的，没问题。谢谢申诉哥哥。谢谢。平安。来，梅香姐姐。光临江林，你好，我选第2甲第5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谢谢，好的，第2甲第5，谢谢。加来，尤大嫂。喂，哎，阿嫂你好。我量一遍点去啊，量搁量头100声。你今仔日吼钱了无够强，啊，哎呀，倒一首。我点哦嘿，4甲6。 4甲6。哦，好，我写开哦哈。好，谢谢尤大嫂哦哈，谢谢。来，老师，今仔先来安排这首叫做《一生只爱你一个》。今仔咱在观众朋友吼，《一生只爱你一个》上侪人点啦吼。来，这是阮的昆星大哥徐爸爸、徐妈妈哈，有苏梅姐、春雄哥哥、叶大姐、申叔哥哥，还有咱园林的尤大哥、尤大嫂哦吼。哦，讲啊，卡操100摆，我相信啦吼，无甲100摆，连操100声有啦。啊，因为这个时间，同一时间吼，拢真侪观众朋友同一时间咧敲电话，啊，我拢尽量速度较紧的吼，无拢咧甲你接电话的时阵吼，拢足正经的，较紧甲恁接嘿。好来安排这首。一生只爱你一个。山咱两个，为何有缘袂做伙？环境造成咱的命题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情深线过着山盟海誓，山盟地里爱无后悔，相信相信相信时间会替咱证明一切。
像要拆散咱两个。为何有缘袂做伙？环境造成咱的命题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，真心胜过着山盟海誓。山崩地离，爱你无后悔，相信，相信，相信时间会替咱证明一切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，真心胜过着山盟海誓。山崩地离，爱你无后悔，相信，相信，相信时间会替咱证明一切。一生只爱你一个。好来，谢谢。这首歌那遮济人敢会晓吼啊，我声不断吼。谢谢连贵哥哥、梁大哥、坤兴大哥、古大姐阿姐、佳佳，谢谢咱的进添大哥哦。树林的庄大姐你好，红乖阿姐，党的你好哈，谢谢哦。徐爸爸、徐妈妈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秀峰嘛上线吼。坤兴哥哥、苏梅姐，感谢木火大哥，感谢吼春雄哥哥吼，你的普话声我拢有收到。啊，包括讲咱的陈连贵大哥，谢谢梁大哥哦，感谢哈。来，今麦呢一首歌曲了，想讲等这个来献歌。今麦要互咱观众朋友准备咱来听歌，听好歌，有歌名。是啊。参加抽奖，好礼送互你。啊，要送啥？送足赞的呢，我家己感觉足赞的啦吼。来，送这口。啊，这口咱这个美国康宁公司的吼，这口叫做会当煮、会当煎的万用锅，这料理啊吼，世界这权威啦。对啊。哦，伊本身就这个这间公司呢，已经有200几年啊。是啊。伫这个100多年前，讲往铁啊有无吼？系啊，就是咧做铜钉啊。是啊，用绳啊尔。玻璃。对。哦，用啥？用做这灰啊。讲做安尼较袂释出迄个毒素啦，对啦，较袂食着毒就对啦，对，安尼啊，佫较清气，嘛加真好势。真奇怪是讲上落去的当中袂破咧，袂破，伊的盘子是摔不破。对，来，今仔吼要送咱这口哦，这口是咱的3.2公升的哈，容量上算大。咱若讲一个家庭要用的时阵吼，拢总无问题。唔是送恁咧碎碎个啊，像我一块碗公啊那尔，不是哦，它是大的哈。30公分。好来哦，看是要煎哦，要煮哦，要来卤一下低卡者啊，一锅搞定哦哈。来准备。啊，梅香姐姐，你的婆声我有收到啊，哈，来，恁看卖啊，看今仔咱这2首歌曲，哦，这首歌较济字啦。这首歌吼，其实是日语歌曲，吼，伊所改编的啦。8个字。由我找这个好朋友做苏金红老师。啊，老师吼。伊即摆现主持就别台咧服务。是啊，有台啦。是啊，吼，拢总伫咧联络啦。是，嘛是我真敬爱的一个大哥，伊所写的一首歌吼。来哦，背离8个字哈，台语歌。
为着伊一时冲动，跳出着故乡，心肝内无限的迷惘，找找伊行踪。来，咱来要歌，卡拉8326378327，中华关系直播，我们不知要行倒位去，苦苦拢啊三摇伊，伊嘛无托叫嘛一个。梦的游路嘛是美丽一暝，你有讲过晓花若有去，一定搁来去。古一个真稀微，不知要行倒位去，苦苦拢啊三摇伊，伊嘛无托叫嘛一个。这首歌曲叫做啥物？拢总有八字呢。啊，就这吼，熟悉啊。哦，动动头脑。啊，若唔知影较紧的，手机啊先 Google 一下吼，苏金龙老师的吼，甲这个东镜有关系。伫迄个做这个东镜的记录上，真稀微咧，海来海去的。这首歌叫做啥物名？好，来，谢谢。我继续要来甲献唱一个单一龙先生真实的发言歌曲哦。好来，所以去来甲安排这首歌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你呀你是我所爱的人，你是我用生命所爱的人，叫你叫我放弃，绝对不甘。过去你甲我感情跋这重，为何随时反面将我来放？对你的心内也是抱希望，无论是3年也5冬，但愿你有回心转意的时间。我一世人，为伊所爱的人。伊是我用生命所爱的人。叫我放弃，绝对不甘。过去你甲我感情跋这重，为何随时反面将我来放？对你的心内也是抱希望，无论是看你也无冬。但愿你有回心转意的一天，因为是我一世人。
你所爱的人，你呀你是我所爱的人。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有7字啦，有7字。今天大哥你好，今天大哥。好来，我即摆现准是依照这个惯例吼，来甲走一底做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，就要来甲公布答案。Thank you so much， 非常感谢您安主席，谢谢。来，杂技哦。即马要来公布上这个答案。好。是由苏老师所提这个日语的歌曲的歌，好，叫做什么名？叫做什么？依着你一时冲动，跳出着家乡。这首歌曲辅助的点在东京的基路上。贝里。点在东京的基路上，安尼正确个吼。好来，第二首。第二首歌曲。你是我所爱的人，用生命所爱的人，你是我用生命所爱的人。如今叫我放弃，绝对不甘。7个字。用生命所爱的人。这首就是7字啊啦吼。好来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吼。好，老师安尼，今仔日这2首歌佫会无简单呢。咱观众朋友佫感觉真厉害吼。好来。这若我的原则吼，毋是讲强强就是要唱的足歹摇的，也是讲字真济，毋是啦。这个吼做这，安尼选，感觉，这个歌好听。是。这个歌吼真值得来甲传唱，我来甲唱嘛。是。唱，互恁摇安尼。有当时是较济字，有当时吼才2字尔咧。对啊。有时嘛出来了3字的尔。今仔有较济字啦，好无？吼，好来，我先甲收起啊，吼，来这2首歌，恭喜啦，吼。来，老师你也安排我们的下一首点歌的吼，芳玲呢，我来讲，今仔足重要的吼，嘿，真重要，真济姐大哥啦，讲哎呦，安尼出门的时阵拢安尼，有一个油膏味，气味真歹。我毋是无洗呢，我知影洗啊，但是呢，到下晡的时阵，哎呦，过豆尔，吼，油通通，我咧讲，这就是用了毋对，啦，吼。你今仔帮你用对物件，对啦对，用好对吼，用好对的时阵吼，人就清爽啊哈。好来，我进一段广告时间，谢谢。
谢谢。今仔日要甲咱讲的是这款哈，甲恁介绍叫做量子养发洗发精吼。阮这吼内底佫有拍量子的哈，量子植入技术，敢若咱这款目前市面上洗发精，敢若咱这款较特别哈。所以讲我这款洗发精啊，但是伊毋是敢若甲你清洁尔，伊是要调理你的头壳皮。哦，头壳皮哈，内底有远红外线的能量伫咧，所以讲咱这有经过测试过哦，内底阮是有数据的哦，有证书要达到0.945伫咧吼，伊会当互你的头壳皮会活络，毛囊呢，你若迄个死去啊，特别花去迄种毛囊，哎呦头毛直直照去啊，这我咧讲哦，伊吼会当甲你咯，甲你拍醒开哦，所以讲有的人讲洗头毛洗完的时阵，哦，真痒啦。会落头毛啦，吼，啊，会是讲安尼奇怪安尼哒哒安尼吼，咔安尼不舒服。我咧讲，你用阮这罐，吼，咱这量子洗发精哈，伊吼会当互你头壳皮豆豆变健康开哦。哦，咱讲的吼，头壳皮甲咱面共款，甲生理时钟共款，伊拢有一个周期哈，有一个成长期，啊嘛有一个动掉咧，啊，搁煞落呢，伊就会落头毛啊。咱这就是哦，甲你顾豆豆顾你的毛囊。互你安尼健康，哦啊有诶时段讲说吼，咱这罐洗发精吼，用了真侪人甲咱学了，甲咱听。我咧介绍吼，我家己本身拢有伫咧用。啊，我家己嘛有咧用啊。迄头发咧乌溜溜的。是哦。讲什么那个无问，哪有可能？我著逐摆时我搁缀头问啊。是啊。差不多20天我拍布了。对。哦，这头毛我咧讲，如果啦，你若用我这罐洗发精啦，原底落水火所在。我咧讲，定定啦，洗一摆头毛的时阵，我落水火的所在全规旧的这哈，你甲试看卖，一遍就好，一遍就好哈。你会发觉讲落水火的所在，一遍比一遍较进步，安怎愈来愈少，甚至吼你定定会痒，会血，头皮屑对无？有异味，有的人真正是下早洗头毛的时阵，甲下昼的时阵，就足歹味啊，都又高味啊。我咧讲吼，这罐。就是咧，甲你做调整的哈。哦，因为这咱头壳皮是弱酸性的，咱这是 pH 值吼5.5的，所以讲伊会当啊抗菌锁水啊，互你这头毛吼无咧分年纪的哈。为囡仔婴仔的时阵用到你今年100外岁来用我这罐拢总会使互恁讲学了甲会得志啦哈。像讲阮拄则运动哥哥就好啊，运动哥哥就拢买几落摆去啊吼，包括讲阮咧，或者咱徐妈妈就好啊，迄嘛拢买几落摆啊哈。来，这罐洗发精好甲安怎？内底所有，包括伊内底有玉米，吼，咱这内底有玉米、玉米，伊的保湿因子吼。阮这拢总是美国天然认证的哦，包括内底水解，吼，咱的小麦蛋白嘛是欧盟认证的。包括讲，阮内底有何首乌、咱姜根、豆秋芳，啊，这拢草本的哈，这拢总是汉方草本，会当啊，佮加上即马科技能量结合了哦。所以讲，观众朋友啊，即罐你若是安尼辣，吼啊，头壳皮不等安尼袂轻松的，油通通的，我咧讲来洗即罐就好啊哈。即罐外口伫咧卖的时阵，啊，重点啦。阮这内底佫有重金属吼，检验报告伫咧哈，内底无苏里控，4年就是苏里控。有的人讲吼，头毛洗的时阵，爱佫拖一下苏里控的，迄就是通护化，爱会软对无？爱着苏里控啊。化学的袂使唔好啊。用天然的啦。对，我这洗开时阵，自然着头毛着打伤，会碰哦。对我用都无唔对啦。像方面安尼会碰哦，吼。来，这一罐外口伫咧卖的时阵吼，是。实在无俗啦吼，外口伫咧卖是1290块，因为我外口伫药房伫通路是1290块。来，观众朋友，你今仔日吼，莫讲买一罐，有的人浴室2间啊，吼啊囡仔洗洗时阵嘛要用对无？来，咱今仔日买一罐，佮加一罐，互咱观众朋友哈。1,500、2罐3000啦。无啦，2罐要甲咱摕，观众朋友甲恁摕迄落就好啊，摕1580就好啦。嘿，1580。对啦，对，2罐啦。啊，打对折啦，你当。哎，就1290来，我咧讲吼，等于讲吼，等于讲，佮甲恁减掉啊，减1000块去啊啦吼。买2罐，买2瓶哦吼。优待价格就是1580块，1580块。来，今仔电话拍通哈，拍通哦好。我咧讲啦，这款洗发精真正是家己卖甲吼，我家己感觉讲，吼，
足安慰的，讲真侪时段若敲电话转来的时阵，拢总甲咱学落甲斗志，搁甲咱斗相报哈。今仔日电话敲通，来，我搁再加嘛，1580块，互你提灯3罐。3罐，一罐剩500。哎呦，因为吼时段拢讲吼，我咧厝内底大大细，包括讲阮咧运动大哥讲的，讲人有赞的物件哈，来，即马科技的哈，加上咱若草本，搁加上咱的科技能量的吼。阮的运动哥哥讲，后生转来脚踏，甲我摕一罐啦。吼，啊，就安尼讲，会怕，无安尼。用甲会套讲。这内行捌字的就对吧？这即摆人迄拢博士呢。我嘛读大学，人迄运动哥哥迄拢。看到这个物件，哎呦，阿爸阿母啊，这我买。来，讲到这，观众朋友，来，电话开始卡哈。3罐摕倒转去的时阵，1580块，咱今仔30组就好，30组就好啊哈。啊，你若要甲我买大组的，来大组当然就是6大瓶了吼，6万线来了。 6大罐的时阵，1580块，安尼就是3000几块嘛吼。来，今仔日恁电话卡通的时阵，你买大组的，买大组的，好来，好来买大组的吼，互咱观众朋友6罐，我优待介绍3000块。恁今仔电话卡通的时阵，我再加嘛，再加送1瓶吼，因为咱真侪时段拢总啊，洗了惯势啊，好，讲芳玲啊，我安尼。洗发精吼，用100罐，就是用你一罐上下啦哈。好来，今仔日咯，观众朋友，电话开始要互恁卡哈，你看卖啊，我你讲，这就是安尼，清。吼，啊味道搁安尼清芳啊清芳，真正恁若有用过，你就会学落啦哈。好来，喂你好，来再冷大哥。你咧洗头毛诶？还好，啊要大组小组的？大组好啊。大组的吼。再冷大哥，你敢捌用过？唔捌。哦，唔捌就甲我买大组的吼，谢谢你哦，相信芳玲哦嘿，好谢谢。来哦，金虎大哥。他不在，我要订。阿嫂，你要订呀？阿嫂，你捌用过？我要洗澡诶。要洗澡吼，我下来哦嘿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小组的哈。好的，来刘芝大姐，来刘芝大姐。我要买一组啦，买小组的就好。OK， 谢谢你哦哈，好谢谢。当时也来。哎，今仔甲你欠，明仔来无够，后日够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用过大家学了的啦。喂，徐妈妈，好。我这咧讲你俩，好，讲你用甲足好药哦。哎呀，他袂偷，他们较袂上啦。啊，较袂上吼。哎呀，我你讲吼，若洗头泡的人，你试看卖啊，嘛足有效的哈。好，我来写台徐妈妈，啊，你要大组的细组的？大组的啦。好啦，我知。哎，囡仔都拢报政府边尔。安尼吼，啊，一人爱摕安那摕2罐啊，互伊啦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哈。好，来，苏梅姐你好。我洗澡的。好，苏梅姐哈，我下台哈。哎，老师。你什么时候会到？今天如果没有，您今天寄出，明天没到，后天到哦，嘿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盛龙大哥。我买小组的。好，盛龙嫂哈，我下台哦，嘿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你哦，嘿。好，小组给我做。好，你要大组细组？啊？细组的。细组的。好，按3罐哦，吼，今仔3罐哦，嘿。3罐1580块。哎，来。什么时候给吼？今仔就甲恁寄出，因内底有货伫咧吼。今仔甲你寄出，明仔来无够，啊，拢乌猫的吼，拢乌猫的吼，乌猫呢，今仔日寄，明仔来无够，后日够2天内底啦，好不好？来，0800因为08100810815181，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啊，你若甲我买大组20组，细组36组人客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哦，无单这啊。我一组洗头毛的，细组啊。安尼吼，好，我写开吼，啊你吼洗时阵绝对是足满意的啦吼，无人有无满意过啦哈。来，我这有欧盟认证的哈，咱这有认证的哈，所以讲包括讲吼，咱这观众朋友啊，包括讲通过吼 SGS 的哈。来，你好，玉梨姐。来洗头毛的吼。要洗澡哦。要洗澡哈，我下开嘿，谢谢你哦嘿。好，感谢。喂，你好。这发灯，这头毛的乌眉吗？当然啦，伊内底有好素有啊，会改善啊，好不？伊会改善哦哈。好，啊，你要大组细组的？细组细看卖，若无效。你来，你等我吼，刷卡哦嘿，好。
来喂，阿弟我姐，喂，阿楚阿姐你好，阿弟我姐，我要卸妆诶。好，我下开哦，嘿，感谢你哦，哈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。来电话吼，赶快吼，咱观众朋友来卡0800英文8100800815181，来玉兰阿姐你好。好，没问题哈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来，月昭姐你好，啊，我夏凯啊，嘿，谢谢你，感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信心，我一时就接触话筒，你睇。来，感谢咱观众朋友，真的，我咧讲，你唔捌买过？来，观众朋友，你买细组？啊，因为我咧讲，你洗过了后，包括讲，我希望你转去的时阵，恁兜像阮运动哥哥安尼，因兜朴素的啊，看到是讲，哦，爸。你买这赞，吼，洗了佫会讨，吼，佫会敲电话甲爸爸讲，爸爸，哎，没有了呢，哦，啊，你毋佫还叫者，所以讲呢，观众朋友，如果你若是讲，吼，有这种头皮的问题，定定都会感觉讲，哇，安那上甲安尼，啊，都今仔打洗尔，安那上甲安尼，啊，动不动最近拢感觉讲，哦，落水火的所在，哦，安怎啦，一球啦，哎，堪要不断洗一摆，咱一摆，莫怪咱一寡大姐讲做。惊甲唔敢洗头，一礼拜才洗一摆尔，唔通啦。头发要隔天洗啦，健康是安尼啊，隔天洗，不用天天洗，但是呢，爱隔工洗。啊，若一礼拜伤久去啊啦，哎，伊讲唔是啊，我都惊甲吼，惊甲唔敢洗啊。迄若洗，大概来洗的时阵吼，落规球。我咧讲你试看卖啊，哈，改变一下，好，改变一下，而且今天特别优惠哈。来，老师你来准备一首歌。哦，来，这是咱的运动哥哥来，我等下我哈。哇！嘿，你甲我提起来。好来。啊，直接，好来。哦，这首歌曲呢，哦，我赶紧咱等下再来唱哈。今阵人的纯情曲哈。来，运动大哥徐妈妈、徐爸爸、蔡文姐啊，咱的姐新店的尤大哥啦哈，陈妈妈啊，梅香姐姐收店的啊，我今麦呢。你要互芳龄服务的，即马电话开始现在卡哈。好，啊老师来献歌，啊我来刷卡，继续甲您做服务，谢谢。我来带来一首行船人的纯情曲，我来。月十五日一天，船袂离开琉球港，只有船烟白茫茫，全无边又来相送。满目忧闷心沉重，我无爱。那伊一人，坚心忍着顺情梦，带着寂寞啊来自旁。春花，海水泼来冷甲寒，为着前途来打拼，心爱应该了解我。无情风浪怎袂停？心事一定又一定。奋斗打拼的人生，从来才有好前程。
若入冬两三工，犹搁赶紧买春工。阮的爱人若无来送，叫阮怎样来出芳？行船的人免怨叹，心情着爱放轻松。等船中日流求工，约束心爱伊一人。行船人的纯情曲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我咧讲哦，观众朋友，你如果真的这一档期，你若安尼讲吼，电话卡有通，真正是，甲你学了哈，你真正是扣着。你甲想讲嘛，咱这吼 SGS 的报告，包括讲全台湾唯一一张哦，吼，若讲这头毛这啊，咱这是国立台湾研究中心有证明，互咱这内底真正有迄个哈。咱这个能量的哈，真正是有咱的量子的哈，所以讲远红外线的放射率达到0.945的嘞哈，这是有证书的嘞。所以讲吼，很多是要有数据的，所以讲，咱今仔日吼，要读较配就好啊。这不是干那咧，互你洗清气尔啦，它在养我们的头，保养，嘿，伫咧养你的头，调养，嘿，我咧讲哦。你感觉咱人啊老的时阵，读较皮啊，生冷气，冷气的时阵吼，规个冷气了后，你皮就咱啊，就撩，就抬头纹、鱼尾纹，我咧讲，就法令纹就走出来。如果你若是读较皮若健康的人，伊就啦扭会调紧嘛。因的时阵，我咧讲，你捌对，你感觉以前捌看过人迄吼，迄阿婆啊，迄咧洗头鬃的时阵啊，洗开的时阵奇怪，因为头鬃无洗开的时阵吼。这规个面就安怎撩去，伊若头鬃洗开时阵、拔开时阵，好，这规个面就反金去。头毛爱用呢。对啦，这拔个掉啊。对，吼，这足重要的哈。好来，我即马要来邀出着今仔日中奖的人客，因为吼电话继续互恁敲。咱的慧琪姐姐哟，哇，那规个拢要搁咱的亮叫啦。来哦，慧琪姐，要大组细组的。这周我下开哈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嘿，好的，谢谢。小弟伫遮先滚介绍，这拢用啥？拢用做这信用甲品质吼挂保证的。你用过，你讲毋捌用过，不要紧，遮好用，遮好着，吼，这拢种纯然，就是拢天然的。对，吼，用了袂歹，用你以后要搁加买一寡就搁买。系，对啦。系啊，你就讲我咧食袂啊？吼，我本身的时阵我接收着就对啊。拢嘛大组诶，加一罐的先加1000外块，你当。对啦，好来，即摆要来邀出着咱中奖人客啦，吼。邱明信大哥来，邱明信大哥哦，明天的明哈，日月明，信用信，系明信大哥哈。明天的明，信用的信。来，恭喜你哦，你就是得到咱这口咱这个汤锅不沾汤锅哈。来，感谢您哈，线顶谢谢您这观众朋友拄只拍婆我嘛做多呢哈，金梅啊这，包括文东大哥、sensu哥哥哈。感谢吼，咱龙中大哥、木火大哥，谢谢，感谢梅香姐姐，咱的连贵大哥，感谢古大姐阿姐哦，你的婆声佳佳，咱的进添大哥哈，恁的婆声阮拢总有收到，包括秀峰哈，谢谢。你若是讲吼，线卡要芳龄服务的，阮小等的啦，阮即摆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啦，因这首歌嘛真侪人听。这首歌曲了后呢，阮若等下吼线卡的时阵，恁电话继续敲哦。阮小姐给你做服务哈，因为我们今天有限量的了，嘿，谢谢。谢谢苏梅姐
姐、蔡妈妈、春雄大哥、尤大哥、申叔哥哥，咱湾里的尤大嫂来收点的哦，夯罗地果。想起咱的恋意当初，有时甜蜜，有时又酸苦，甜蜜那花落，苦那变苦，予人真歹吞落肚。是咱的姻缘真坚固，未来做心结缘人弥补，从今咱双人。互相相照顾，共人生活路途。相爱的你可比四行路，你亲像彼脚地鼓，相爱的咱可比秋米糕。永远是共脚步。伊非是天落红花，咱的情爱无变故。想起咱的恋意当初，有时甜蜜，有时又酸苦，甜蜜那花落，酸苦那变苦，予人心歹吞落肚。是咱的姻缘真坚固，未来做心结缘人弥补，从今咱双人。互相相照顾，共人生活路途。心爱的你可比四行路，你亲像彼脚地鼓，相爱的咱可比秋米糕。永远是共脚步。你非是天落红雨，咱的情爱无变故。来，谢谢我们的李大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亲子姐姐、申叔哥哥，感谢徐爸爸、徐妈妈，您的婆婆声，淑梅姐好，咱的金妹姐姐，谢谢。心爱的你可比四行路，你亲像彼脚地鼓，相爱的咱可比秋米糕。永远是共脚步。你非是天落红雨，咱的情爱无变故。来，今日感谢咱观众朋友，今日准时收看咱记得播歌声的节目。小等咧，芳龄刚您来到节目了后，共款头前的专线电话继续甲卡08008105181580815181，祝你健康快乐，明仔载感谢时间继续甲咱相看，谢谢，拜拜。